波士頓嘅弟兄姊妹，大家好！今日係你哋大喜嘅日子，為你哋高興，亦都為你哋感謝神。從起初你哋熱心佈道，自發籌劃每年嘅佈道活動，到成立波士頓佈道團，喺短宣運動行列培訓推動信徒傳福音，19年嘅努力佈道，成就今日波士頓短宣中心誕生了。紐約短宣中心嘅董事同埋同工，恭喜你哋，賀喜你哋，願你哋未來嘅日子同心合一，興旺福音，活世主臨，倍加殷勤。我哋彼此嚟到勉勵，耶！感謝神嘅恩典，聽到咧波士頓短宣中心咧成立，我相信呢一個係一個好激勵嘅一個信息，因為咧能夠有眾教會嘅弟兄姊妹去參與呢一個嘅短宣嘅運動啦。記得我一個2003年嘅時候帶領一個短宣呢一個嘅溫哥華佈道隊咧，去到波士頓嚟到參與一個嘅培訓同埋咧出隊。喺當時咧亦都有成咧差唔多30位當地嘅弟兄姊妹嚟到參與，一齊去出隊嘅時候，嗰一次係好經歷神嘅恩典，神嘅應許亦都話俾我哋聽咧，與我哋同在。嗰次係可以咁講咧，係大豐收嘅，因為有190位嘅朋友咧願意接受耶穌基督做救主。跟住咧呢20多年，亦都睇到咧波士頓嘅教會一齊喺佈道嘅事工上高努力不懈啦。如今你哋又可以一齊嚟到同心合意興旺福音，希望透過成立一個短宣中心，係培訓更多嘅佈道人，帶動佈道熱，使到咧呢個福音係能夠繼續廣傳開去，搶救更多嘅靈魂。我相信咧神一定會真係喜悅，同埋咧願意使用你哋嘅，願主親自嘅祝福，同埋咧紀念你哋一切為佢所作嘅，將福音遍傳，亦都將人咧帶到神嘅面前。主愛你哋，主亦都祝福你哋。各位弟兄姊妹，你好，我係香港短宣中心嘅董事柴樹良牧師，亦都係以前呢係短宣中心嘅總幹事。我恭喜波士頓佈道團成為咧係短宣中心。2018年6至8月，我同太太嚟過係紐約短宣中心侍奉嘅時候，曾經有機會嚟到波士頓佈道團咧係講道。當日講嘅題目呢係超越自限，持守使命，係用馬可福音6章係30至44節耶穌五餅魚嘅神蹟。今日亦都係用呢段經文嚟祝賀波士頓短宣中心弟兄姊妹一齊嘅超越自我嘅限制，持守福音嘅使命。願主祝福大家。弟兄姊妹大家好，我係范明堅傳道。大家好，我係梁慧玲傳道。我好清楚記得咧，波士頓短宣佈道團係2006年嘅12月成立，唔經唔覺已經係19年啦。經過咁多個年頭，仍然能夠保持佈道嘅熱誠，同弟兄姊妹咧一齊去努力去傳福音咧，係難能可貴。而家咧佢哋能夠轉型成為短宣中心咧，更加係一件可喜可賀嘅事情。我哋希望咧，波士頓嘅弟兄姊妹能夠係繼續支持短宣中心，能夠同心合意嘅嚟到興旺主嘅福音，能夠將呢一個福音嘅火能夠繼續嘅嚟到去燃燒同埋延續。加油！大家努力。Hello， 大家好。過去8年，我有2次喺呢個嘅波士頓佈道團負責個主宣訓練。當時我已經覺得呢一個唔單止一個佈道團，呢個團契咁簡單，可以成立一個短宣中心。咁仲同當時嘅人嚟到分享。咁我唔係馬後炮我係馬牧師。終於等到今日波士頓短宣中心成立，我希望呢個機構能夠協助信徒領袖突破屬靈生命，操練佈道技巧，
多結福音果子，協助教會增長，榮耀歸俾神。Amen。好開心啊！聽到 Boston 短宣佈道團呢決定註冊，同時咧成立短宣中心，一個大好嘅消息。19年嚟咧，神其實已經係建立咗一個好優秀嘅團隊啊！今日咧能夠成為短宣中心，相信咧神會更大嘅嚟對使用你哋同埋咧好恭喜啦，男女團長啦亦都咧樂意嚟對承擔重任董事會主席啦，同埋義務總幹事相信咧你哋群策群力，必能夠係承先啟後，繼往開來，係為天國咧嚟到去培訓更多嘅方精兵，一齊咧打那美好嘅仗，將榮耀嚟到去歸俾神。各位波士頓主力嘅弟兄姊妹、同工、牧者平安，非常之高興睇到波士頓佈道團現在正式成立波士頓短宣中心啦。喺呢一個充滿歡喜快樂嘅波宣成立嘅一個晚宴當中，我願意咧送俾大家一首嘅打油詩：波濤洶湧亂世興，宣揚基督人氣旺，中華兒女蒙恩福，心懷普世全佳音。呢個打動讀咧就係波宣中心興旺福音希望咧呢一首嘅詩咧能夠鼓勵大家。波士頓短宣中心就係呢一個波濤洶湧嘅呢個亂世咧而興起，要宣揚基督嘅福音，讓咧各教會嘅人氣咧興旺，讓中華兒女咧都蒙恩福，並且我哋要心懷普世全佳音，將福音傳遍整個波士頓地區，甚至乎傳遍整個美國，整個嘅世界。所以喺呢度咧，祝賀波宣中心嘅成立，能夠咧帶嚟波士頓眾教會嘅祝福同埋興旺，願上帝賜福俾你哋。我係萬德康牧師，恭喜波士頓短宣佈道團正式成為波士頓短宣中心。喺呢度我衷心為你哋感謝神，我亦都祈求神大大嘅使用你哋，成為教會嘅祝福。特別咧係喺呢一個世代嘅轉型、網絡嘅文化鋪天蓋地嘅大時代嘅裏面，你哋唔單止能夠秉承住短宣從神領受嘅異象同埋使命，你哋更加能夠迎向呢個時代嘅挑戰，為信徒披上新嘅軍裝。喺呢個網絡宣教嘅廣大禾場，但亦都同時係同異端激烈爭戰、搶奪盆地嘅戰場嘅當中，我哋能夠仰賴神嘅恩典，願神使用你哋，成為教會裝備培訓新一代嘅信徒嘅緊密夥伴。從實體嘅報道到網上嘅宣教，從虛到實，從實到虛，線上線下都能夠藉住呢個古舊嘅福音，將人帶入神嘅家。願神大大使用，賜福你哋。